刚要来请你坐啦。哦，还有他讲话呢。多谢。啊，感谢啊！啊，当你搬大家，10单啊，啊，公阿妈请大家，啊，那要要请我就要到大家。讲来真正气死人，就是为着安尼，唔知要来找你坐。哦，谢谢你做。免去，慢慢讲来分听咧。你嘛知影，我伫全联股份仔买订一间厝，去年都嘛起好啊。我即马嘛是全联股份仔买人，户口嘛迁来啊，公阿嬷嘛带来啊。啊，我即马嘛全联股人，啊，无搁是安怎？你阿婶，你阿舅槟榔要做全国全台湾出名，人毋敢看你无，我坎进做戆工拼命的。想讲做已经61间厝，所以要做好好做欢迎无人，谁知影甲即当今，人也是叫我下工啊。哦，是安尼，你在心内不平就，唔但安尼尔。阮某来啊，阿梅哦，来紧哦，阮某来啊。阿梅哦，啊，真久无来，恁坐我来谈咧。哎，阿秋无伫咧啊？阿秋啊，阿秋出去分享看下。拍死人去啊！你安那好是无简单嘞，才无几年的时间安尼啊，就将阿秋变成做到变成全国城市去啊。会个。庄脚人要来台北行去，哪有遐简单？阿妹，你种代志讲互阿妹仔听。算毋知影，我着为着甲一间厝。缀一个回啊！啊，即阵啊出头看，囡仔又要按注册，想讲来来标回啊起，上回头讲要标，回头讲你是对下当来无稳，就爱当买回，对当趁一寡利息钱。对回啊趁利息，唔对啊？我可咧是咧交阮回啊标过咧4月毋落走去啊，顶无阮标咧。哇，那阮回啊讲袂使标咧，骗笑咧。所以我甲回头讲，阿秋槟榔的头家，到底是亲情关系，阮是共条来，毋免惊阮会共倒回啊。毋过回头讲，爱叫阿秋槟榔出来做保证。也要来专工拜托你。哦，阿秋转来，我叫伊过来，我等你来。好。你想要来吃啊？我还是啊？吃啦，咱家小吃这个。讲恁事业做遐大，定着足无闲，无代志，毋敢上来交了杂做人。哎，阿妹妹啊，干嘛？哦，阿妹即摆已经不能演了，太太都不要再管咯。记记，恁家厝来搬大家不是条命，阿年结婚生囝，差几年？阮来大家已经20天啊，后尾当15年啊。有听人讲阿秋要甲人选里长，敢有影？迄着开足济钱呢。有啦，我甲阿伯你想讲，阮两个加一合伙收入个台北，哪里有淡薄啊？是啊，都是3个地区的，这表示感谢地方。想讲用选里长政府来过代，这是一件啥快？咱庄脚人含咱插政治刚好去乌北行呢。拄则你毋晓咧，我太讲来台北20天啊，啊，搁搁去当作下工啊，啊，就是你平常时啊，无关心地方，无参与地方的事务，你讲阿妈就怪大家，啊，就爱认同这个所在，啊，积极参加地方的活动，家己毋通讲出外心态。阿妹，那做法就有道理，是。以后咱就爱加跟注意地方的代志，这袂互大家看咱无问题。啊，我想着啊，咱就趁阿舅咧选举的时阵，咱来做伊的条仔卡。讲你贪心就是贪心，我是要选里长，选好我甲你赢啦，你当作咧选总统是？选举阁有分区哦，较会晓学杂。
老师给玻璃江水，出给他们做。